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。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。各版本的页数，请看荧幕。当众人围开伊，在听上帝道理的时，耶稣徛伫革尼撒勒湖边，看见2只船伫湖边，讨鱼人离开船在洗网，其中一只是西门的。耶稣上去，请伊将船放较开，就坐伫船里教示众人。讲煞，就对西门讲，放到深的所在，拍网讨鱼。西门应讲：先生，阮通暝着磨，讨拢无，总是因为你的话，我就要拍网。因拍落去，就围着鱼真多，网甲要离，就会把这船的同伴来斗3工，因就来捡鱼满2只船，到尾沉落去。西门彼得看见安尼，就拍伫耶稣的骹下讲：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有罪的人。因为西门甲当地的人，为着因一个拍落去所掠到的鱼，无毋戆领。西门的同伴西比泰的囝雅各、约翰也是安尼。耶稣对西门讲：无得惊，对这碟了后，你要得到人。因已经拖船瓦换，就放下一切来缀伊。这时，请小会议长蔡信生牧师讲道，伊要讲的题目是无共款的船。今仔日，咱来特别也为着妇女来祈祷，因为教会内面有姊妹，才会咱参加参与伫家庭、伫教会。真正是有这妇女，嘛是咱对教会真大的祝福。咱同心来祈祷。长远的主，你遐尼疼惜阮，主啊，你就知影阮一切的需要，也通过阮会当谦卑，互阮会当伫主你的话语来得到快乐，也互阮的目睭通看见你替阮所准备的一切。我来祈祷恳求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所有主内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游玩也有成人的洗礼一位，然后咱要甲主上较济道。嘛，咱伫礼拜中间，咱就是用三甲欢喜、三甲大道来彼此来领受主迄个丰盛的恩典。伫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这个故事是发生伫革尼撒勒湖这个所在。这个湖伫新约圣经内面嘛叫做加利利海，嘛叫做提比利亚湖、基尼列湖，有几个名称，其实拢只同一个所在。咱若捌去过以色列因为我家去过2摆，我对这个湖有真特别的感觉，真美好啦。因为这光景非常的好。耶稣3年外的时间，一直伫这个加利利海这个所在，呼召侪人，伊伫这个湖四周围行足侪神迹。所以咱看见这个湖，大概伊的长度有40公里。这个湖的跨度大概20公里，本身这个湖比海平面差不多加200英尺。伊是一个鱼产量非常大的一个真丰富的一个湖。伫这个加利利海，伫这个革尼撒勒湖这个四周围的百姓。侪拢几下代用掠鱼来维持因的生活。虽然看见到伫迄个暗暝，有一阵讨鱼的这渔夫掠鱼的人，伊嘛共款照常暗时就出去讨鱼。彼得
这个掠鱼的人，规个暗暝非常非常的辛苦，但是一直到伫早起，伊拢无甚物款的掠无甚物鱼，所以伊的船就安尼转来啊。你会当想象，彼得的心是非常的失志，充满失望、灰心。伫你想这个代志的时阵，汹涌来一个木匠，来了一个木匠，就要借伊的船，来讲将这个船离开这个岸，互我用。后来彼得听到这个人，伊伫咧讲起天国的代志，嘛咧传讲叫人悔改的真理。总是迄个时阵，彼得一句话都听袂落去，因为伊规个心内所想的、所看入的，是伊今仔日无有收入啊。所以通过今仔日这段圣经，要甲咱做想无共款的船。如果人生是一个海，不搞定来讲，人生是苦海。那人生是海，驶伫这个船，驶伫这个大海顶端的船，人生若是海，你的船会驶对倒去。所以咱就看第一项，咱来思考，安怎对西门的船，啥意思？来到伫主的船，西门就是你，是我，咱这只船。免啊，诚做主的船。我甲咱用第一项，互耶稣来上船，来用船。甲边个讲，互耶稣上船来用船。耶稣就爱上这只船，伊才有法度使用这只船。路加福音第5章第30安尼记载，其中一只是西门的，耶稣上去你顶面，请伊将船放较开咧，意思讲离开岸一丝啦，迄个湖的岸边出去一个，就坐伫船内驾驶证人。哇！耶稣开始伫遐传福音，伫遐教导侪人。你姊妹，这是西门的船，西门彼得的船。请问这只船，什么人有这个主权？因为圣经写讲，这只船是西门的嘛，这间厝是某米人下嘛，这代表伊有主权来使用这只船啊。这只船嘛是伊咧用的，这只船是渔船啊。原来用途只不过是要掠鱼，总是当耶稣上到船顶，咱看见这只船就有新的价值甲功用啦。伊真做主的港台，亲像这个港台同款。我会当想象，离这个岸呢，第一排大概就是耶稣，哇，离开这个家离遐，离几尺的远安尼吼。耶稣开始伫遐咧传讲上帝国的福音。原来一只平凡的渔船啊，嘛会当真做上帝国将伊的能力。将伊的话显明出来的所在啊！互耶稣上船，你的人生会完全无佫共款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热情来欢迎主耶稣，将尊顶上好的位，互主耶稣来坐，阿免吗？所以咱逐工一工新的开始，你起床。我真鼓励你，就安尼来祈祷。你就甲主耶稣祈祷讲：主啊，亲爱的主，我实在是真欠缺，我真正是无够业。主啊，以前我驶这只船啊，拢家己一个人，靠这个风势，赢这个风影，安尼出去。但是嘛，我欢迎你上我的船，甲我做去。出海，伊遐来掠鱼，阿妹吗？
你无论做什么代志，读册、做生意、上班，甚至伫家庭做家庭主妇，我甲你讲，你每一项你拢爱思考讲，最后说啊，你甲我同行，你进入我这只船的顶面。当耶稣上你的船，你就袂失迷啦。我们就不会迷航。这只船啊驶出去，你袂讲哇，伫迄茫茫的大海，安尼茫茫渺渺，唔知要去对，袂无有方向啊。你可以乘风破浪，你可以航向你的梦想。这只船啊驶出去，你有甚物款的梦，你有甚物款的理想，上帝嘛带你到迄个所在。每一个行业，每一个任何会当到的所在，拢是上帝会当使用的。今仔日，你要将你的船交予主耶稣，予伊来使用，那你这只船就要成做最人的祝福啦。当耶稣上船了后，这只船的意义甲价值就变成完全无同款啦。我一直感受讲，咱足期待，咱看见即马每一项产品，你看汽车，迄功能、迄用途一直升级，你知无？我即马汽车内底足电脑化的，对啊。咱的手机啊，较早会当接呢，哇！即马手机啊，等于差不多一台电脑的功能。将来物联网的时代到了，我跟你讲吼。你这个手机啊，完全无共，你的生活每项，还你这个遥控一切，甚至我即马厝里什么电视内底，手机啊，拢会当看你的厝即马，什么人入去，什么人咧开门，拢知。啊，未到你的手机就知恁兜，拢总会当遥控，拢手机内底，甚至所有买物件物联网，嘛免搁炸卡片，将来拢无卡片，拢总伫手机内底。唔免搁几年就拢总安尼，甚至穿戴装置落去，搁较厉害。这叫做升级啊，升级啊。upgrade， 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当你愿意这只船，你的生命交予主，主要甲你提升，并且甲你人生几业级。因为耶稣是丰盛的主，伊来要改变一切，伊将更较悬的价值要带予你，这只真平凡的船啊！甚至这不过是只渔船啊，但因为主耶稣来啊，一切拢会当改变啦，拢要变做无同款。咱想看卖啊呢？5个饼2尾鱼，若是敢若留伫你的手，留伫你的包包内面，家己一个人来享受，嘛是会当满足你个人一个人的需要啦。总是愿意摕出来，予主来使用，通过主的祝福，就会当750,000个人啊！上帝予咱的生命扩大5000倍呢！我常常伫圣经内底读到主讲，予你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主的话唔捌落空啊！神的话语没有落空的。所以我真鼓励咱兄弟姊妹，要有更较大的信心，用你信心的目睭来看上帝伫你生命中的作为。重点伫你肯唔肯啊？你有愿意无？主耶稣来，要予咱的生命无限的扩展。我一直想到，咱迦南教会应该是会当伫这个所在不断来扩展，互最人因为咱这只船，你知教会就是一只船啊。亲像哪个大船同款，人要直接得到生命甲巴足，阿妹吗？咱的教会将做一个无同款的教会，安尼你才会当带来更较大的影响力，更较大的祝福。我伫圣经内底，我嘛有读到，其实咱看见伫圣经内面，其实你会当看到多。特别伫圣经内面，咱看见以利沙甲迄个寡妇，这个寡妇是一个门徒，
嘛是一个问题，嘛是一个先知世事的内底，因先生死去啊，伊变做寡妇啊，还佫饲囡仔，伊真正啥物拢无。但是你看见伫这个中间，以利沙，你若圣经这细字来读，伫列王记下卷第4章你甲读，伊才服侍3个王了，伊来服侍这个寡妇。重点来啊！这个妇人来到以利沙面前哀求，会当得到帮赞。但是今仔咱看到一个妇女哦，这个妇女虽然是寡妇，什么拢无啊，为主做工先生，为着上帝做遮侪工，但是却拄着遮尔大的危机甲困难。伫迄个时阵，这个妇人来，因为伊还佫有2个囝，若无迄个祭主讲要甲伊的囝儿当作奴仆奴隶，所以伊爱这个先知以利沙会当帮赞伊。那先知就问伊讲：“你爱我帮赞你什么？”问伊讲：“你有什么？”伊讲：“我剩一罐少少的油啊。”兄弟姊妹，咱毋好看咱无的，咱来看咱有的啊。就算一丝丝啦，但是先知甲伊讲：“你去准备更较侪的器具。你有啥物通装这油的？”伊讲：“啊，油这点个无要紧。”所以厝边隔壁，哇，4月去招，哇，这个嘛是会当来缀对无？哇，准备足多啦。我讲若知影，伊若头前知影，我看来准备100桶哦，100罐的大桶啊、大油桶拢来摕来嘛好，毋知伊准备偌济啦。但是一点点啊愿意，互上帝来用，上帝祝福到满，阿妹吗？所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无定着你感觉讲，我即马家己，我现主时的生活，还佫真欠亏啊！你会感觉讲，我家己的人生真平凡，无啥物特别的，真的是平淡无奇。毋是逐工起来就是无用要准备上班，啊无用一工了下班。一礼拜过了，佫一礼拜，你遮尔辛苦来工作，你人生的目的，你的价值敢干那为着要养家糊口吗？干那顾这个家，互大家食会饱，安尼就有够吗？还是讲你会当趁早来较紧打拼，来累积一笔的退休金，会当退较早、退较好，安尼互你家己感觉无好过做，安尼那尔吗？就是今仔日，咱这个人会当有一个转变，会当有更较大的意义甲价值啦。关键，一个真关键的所在是在于你是毋是愿意，你肯邀请耶稣上你这只船，你愿意让主耶稣来使用你这只真普通的船吗？我相信，伟大奇妙的神业，不是在伫船本身，是在伫主耶稣。阿妹吗？你若肯互主耶稣来用，主就要互伊成做一个神业，一个技术。一个月，咱叫做大斋节期啊。大斋节期大概过2礼拜过，就要进入。咱会当讲是迎祭主的受难周啊，对无？啊，然后咱我看秋报咱嘛有活通宵的，啊，中会百亿区遮嘛有做伙联合的圣餐。这就是咱要孝念主，伊安怎为着咱来到这世间的？我就想到一只细只的一只驴仔囝。伊竟然会当载着主耶稣进入最后一礼拜进入耶路撒冷，好山啊，好山啊，安尼载着主耶稣入来，应验着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啊！你知这个预言，撒迦利亚书伫写时，伫耶稣要用这只驴啊，耶稣要为咱受苦，
伫500多年前，就讲有一只驴仔囝，一只细只驴仔要来载主耶稣。上帝早就看见迄只细细、真微细的驴仔，上款伫做驴仔。到底你即只驴仔是要载顶悬的物件，载足侪重的货物啊？你要载足侪物件，也是你要来载主耶稣的？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若是你会当选择，你敢敢若讲，望你即只细只的驴仔，敢会当载逐工载只个世间重担，甲所有的这物件，你的物质生活的物件哪样吗？还是你愿意来载主耶稣，互主耶稣会当上你即只驴仔？阿妹吗？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伫即世间同款会当做真侪代志，同款咱爱着过一世人。但是你的人生要有什么人来使用啊？是留你家己用，还是你有可能来互主耶稣用啊？同款伫做驴仔，但是我看到驴仔，有的是平平凡凡就过去啊。但是我看到一只驴仔，一只细细只的驴仔，却记载伫圣经的内面，伫新旧约记载。伫这个上界重要的时刻，主要使用这只驴仔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的人生若肯互主来用，你嘛会当真做新约伫你身上来发生的开始啊！我甲你讲，伫你还未出母胎，上帝已经看见你，上帝认捌你。伫你人生上界重要的时刻，上帝要拣选你，要使用你。所以咱看见伫今仔日这段经文，耶稣并无大声点求来问讲：彼得，是毋是你互我来上船？是毋是彼得，你互我来用你啊？耶稣嘛无特别甲问，耶稣来甲讲：你将船开出去，较开一寡，耶稣就去顶悬，就开始讲道啊。所以我有时候发觉，其实真侪人，你去拄到耶稣，嘛毋是你家己热捌耶稣，你以爱耶稣，其实有侪人通过别人，通过足侪机会，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内底，甲你三度对不？所以我常说，我们的主耶稣是不速之客，有时伫你无意外、无意料中间，伊来啊呢，伊出现伫你的船顶啊。彼得只是一个靠努力、靠伊家己的气力伫掠鱼的人，伊无真悬的学问，总是伊正做12个使徒中间的一个。甚至咱的主耶稣佫将天国的锁匙佫交互伊。我相信伫迄个，抑佫伫遐咧吐气。抑佫伫遐真失望安尼，今仔日啥人拢无收入，啥人我今仔日咱掠规暝拢无的时阵，耶稣汹涌上伊的船，伊绝对无想到有一天，伊会成做耶稣上重用、耶稣上看重的一个使徒，甚至天国的锁匙，耶稣都交互伊的。对这咱通知。上帝要用遐，互人看做无智慧的、无能力的、无出脱的，甚至看袂上目的，来成做耶稣我们的上帝的杰作，已经结出的作品了。阿们吗？因为伫你还未出无老母的胎，上帝已经看见你，伊认捌你，伊对你一生有一个真奇妙的计划甲安排。以前。你的性命、你的家庭、你的事业，拢是为着你家己。但是现在，你只要有一个愿意的心，上帝要使用你，成做别人的祝福。别人会感觉讲啊，你这个人哦，无较拽啦，你嘛无较好啦，人嘛看你感觉安尼破破啦。但兄弟姊妹，这拢无要紧，别人安怎讲拢无重要。较要紧的是上帝安怎看你，
因为上帝是看人的心啊。任何一个愿意互上帝来使用的人，拢有一粒愿意互上帝用的心啊。伫你人生上重要的时阵，甚至伫你人生感觉上界欠缺的时阵，其实上帝就要来使用你。你是不是愿意邀请主耶稣进入你的船顶呢？第二项，咱做伙讲，互耶稣开船拍网来。耶稣，这只船较早拢你家己咧开，你家己咧驶这只船啊，对无？即摆你互耶稣来开。以前是彼得决定讲，我这只船要驶对东，要驶对西，我要开去对，拢总我家己决定。但是即摆是耶稣甲彼得讲，你将船开到最深的所在，最深的所在。耶稣交代伊去做。但是我咧想啊，这个新彼得的心内搁较摇曳啊，搁较丢丢啊。神啊，你这个木匠，你这个木匠，要来指挥我这个渔夫咧？我这个掠鱼的人，我这是专业啊！伊有100个原因，100个理由会当拒绝耶稣对伊所讲的话。我讲耶稣，因。这个所在，别人嘛知影，因老爸伊也就是做木匠啊，做木匠的、木工啊。我这是掠鱼的呢，我是专业的渔夫诶。我比你搁较内行呢。我知影什么时阵出去讨鱼是上好的时间，什么所在才是上好的地点呢？凭着伊的专业，是来讲非常的敬业，足敬业的。我无用规暝啊。我对什么拢无得到，我即马是神叨叨，我已经足忝啊！你敢知？规暝无困呢，即马日头，恰呀呀！这时嘛，毋是掠鱼的时阵啊！我若真正甲船开出去吼，我咧讲，我真互边啊，我这东坡，我这所有边啊，这厝边有冇笑死？那才喊！你知影这个时阵哦，哇！耶稣到所在拢围围客客偌济人，你知无？耶稣开始讲道，我想这个岸边足济人啊。耶稣无一支麦克，耶稣讲啊，对无？哇！我毋知耶稣偌济开人安尼，当5000人安尼遮大声呢。啊边啊人观众嘛一定听众嘛一定足欢喜哇！一定我跟你讲，遮尔吵吼。鱼仔嘛拢走了去啊！我跟你讲，所以彼得认为，若用伊的理性，用伊的判断，即马都毋是开船的时间啊。但是耶稣却会讲：你即马，都是即马，将船开出去，开到最深的所在去拍网掠鱼。一个人自己掌舵的人生，常常是劳苦愁烦。一个人家己来掌握，你掌舵你家己掌握你这只船，你有时真忧愁劳苦啊，甚至一无所得，掠无什么，得无什么啊。就亲像诗篇127篇伫遮讲的：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，就起造伊的人空空着磨；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，就固守的人空空警醒，空空。圣经伫讲连拜空空着磨，劳苦担重担，着磨就是努力啦。警醒就是那安尼看半晡毋知要创啥，空。安尼咱就知，咱袂当靠家己想要做什么都不要一意孤行。咱毋通离开。我甲你讲，你若离开上帝，你什么拢袂当做。今仔日，咱会当坐伫遮，咱会当来到遮。我讲，你毋通想讲这是偶然啊。无定对，我拄仔讲，即几礼拜最近，也是已经一段时间，你拢感觉真挫折、真失望，甚至你真正你的心情真失落。
但是今仔我要甲咱讲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咱的彼得，耶稣所竞选的这真普通的人，伊都会当突破，伊都会当改变啊！我相信你嘛有法度来改变甲突破，阿免嘛。互耶稣成做咱生命的船长，跟旁边人说，互耶稣做咱的船长。过去你是船长，你画一切啊，画东画西拢画好，安尼好。即马讲我即只船啊，互耶稣来换来掌舵。我咧讲，咱想代志有时会想毋对，咱做代志做决定有时嘛犯错误。但是咱的主耶稣永远袂毋对，永远为着咱好，阿妹吗？因为是咱上好的朋友。所以耶稣所做的，永远拢是上介好的。认识主耶稣是一生最美的祝福，阿妹吗？真的是安尼啦。所以咱要互上帝参与进入伫咱的人生的内面，安尼咱的人生才有可能有成就、有成功的保证。因为互耶稣上彼得的船，咱看见伊改变；你互耶稣上你的船，你嘛会改变。毋好你家己一只船顶，家己一个人孤孤单单，你互主耶稣上你的船。咱常常甲人讲，你信耶稣得啥物？永生，毋是得水牛哦。较早人讲吼，永生即是永吼，顶悬风台扫一个无去，怎变水？生迄下开环无去变水牛，人讲你信耶稣拢得水牛啊！所以你信耶稣的目的是干那要得到永生啊！我讲你即摆当上天堂啊，阿妹嘛。但是你先来个活咧，还搁伫遮，一定有上帝旨意啦。因为还搁做代志还未完成诶，所以咱毋通甲掠做耶稣干那知影要带咱上天堂安尼啦。其实你忽略，耶稣嘛真意爱帮助咱活出丰盛的生命。伊嘛爱咱会晓做生意，会晓经营事业。伊嘛要帮助咱有智慧来好好读册进修。咱爱相信，基督徒做生意、经营事业，甚至读册，嘛会当比别人较好，阿妹嘛。因为这会当延光上帝有好的见证呢。所以真侪人掠做啊，卖啦，咱都吼，迄伤世俗啦，哎哟，迄无属灵啦，无，我甲你讲，伫每一个上帝交代你的事，尽忠尽职，拢有上帝美好的旨意，因为伫遐会当延光上帝哦。所以我觉得职场宣教很重要。彼得伊原来都是掠伊啊，保罗原来伫吉布边的啊，对无？咱伫每一个所在，拢会当来做主的工。基督徒会当按照真理来管理上帝予咱的钱财。我跟你讲，你会当伫世间，互上帝祝福，相信你嘛会当伫主的内面，互咱的灵性、咱属灵的生命得到丰富。第二部分，甲咱所分享的，咱就会讲对空船进入到满船。来，下一段。本来是空空，即马爱满满。空空到满满，所以要安怎个当迄落？咱就讲大声顺服，才会当蒙福。咱俗语咧讲啊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，做一分就会当收一分啊，太真可惜。真实的人生无一定是安尼啊。我看彼得经过几暝的努力。掠鱼，但是伊拢无啦。我甲你讲，彼得可能是5分努力却零收获，对不？彼得伊面对透早面对空空的船啊，你想伊的心内是毋是真失望、真艰苦？咱中间有的人很靠劳力，有的人劳心、劳力、劳心。
有的人是搁劳力搁劳心，劳力又劳心。但是无论安那，你只要会当得到结果，你有修行，你拢感觉安尼有价值啦。但是上惨的、上害的就是努力半步，结果什么也搁拢无的。规个人足忝足辛，搁着承受失败、挫折、甲失落，失去一切即种的滋味。我讲彼得一世人伫加利利海伫遐咧掠鱼，伊即个所在是伊上老练、上熟悉、上当接爱的地方。伫几暝经过，却什么拢无得到。你知伊网啊压起来、扭起来，讲哎哟，啊拢遐粪扫啊、草啊安尼较侪，安尼都无鱼啊。有时咱嘛有即种心情啊。可见现实的人生内底，毋是逐项拢会一帆风顺啊，毋是安尼讲啊。面对生活重担甲压力，甚至有时咱也毋知影明仔载还是未来会安怎。彼得迄个时阵，无伊看到安尼讲，那掠鱼无简单，我咧讲啊无转行啦，啊莫做掠鱼，无来做别途安尼，你感觉有简单无？嘛无简单啦。有时候我们到中年要换跑道，要转行嘛，无简单呢。人生有路苦，人生就亲像大海顶悬，咱迄只船啊，我看到遮有一个坐伫即只空船啊顶面的渔夫彼得，可能咱每一个人伫人生过程，你嘛有经历过空船的吐气。有个人，伊所开的、所驶即只船，是无幸福甲喜乐的空船。有个人所开的，是伊事业破产失败，甚至是失业的空船。有个人所开的，是失去婚姻、失去健康、失去理想的空船。甚至有人所开的，是连划拢划袂落去，拢无开力的一只破去的船。但是我要甲咱遐兄姊妹讲，危机就是进入去转机的一个上好关键的时刻啦。咱看去第4节，耶稣甲彼得讲：放到最深的所在，拍网讨鱼。伫你感觉拢无可能啊！伫你感觉你用尽你一切气力啦，但是主耶稣伊却甲咱讲新的话，互咱新的方向。第5节，西门彼得伊怎甲耶稣应？先生，阮汤米着无啊？我拄仔讲空空着无嘛？阮拢讨拢无啊！总是因为你的话，阮就要拍网。甲边人讲总是。我讲台语原话，国语讲不过。头拄我读国语的时讲不过，毋过，总是。我甲你人生就一个转折，你知无？啊，行，拢袂顺，安尼哇！无法度啦，这一项人甲我讲足侪，我嘛拢做，拢无。毋过，总是，意思是咩？虽然伫人无法度，总是上帝有法度，阿妹吗？重点是我看到彼得讲即句，总是因为你的话啦。其实耶稣来是向来。伊嘛无足熟悉耶稣，总是因为你甲我讲安尼，你甲我鼓励，好啦，我就听，我就要拍网啦。风笑死嘛无要紧啦，人笑你信耶稣，你嘛是要来信耶稣，阿妹吗？厝内人反对你信耶稣，我嘛要信耶稣啦，安尼好无？当主耶稣吩咐彼得拍网的时，不过是转一个念头那尔，非得啦，也无差一摆啊，完全反，对不？咱国语讲死马当活马医吧。但是我甲你讲，咱中间也是一般人，足侪人哦，就连安尼伊嘛无爱啦。
连个饲一个伊嘛无爱呢。彼得听叹耶稣的话，选择顺服，才会当蒙福。我所嘛定甲咱讲，顺服无一定会顺利，但是顺服一定会蒙福。啊，咱讲一摆看卖好无？顺服无一定会顺利，总是顺服一定会蒙福。来做一讲，顺服无一定会顺利，总是顺服一定会蒙福啦。相信的讲阿免。我看见彼得因为听耶稣的话了，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知无？哇！奇怪了，伊安尼，迄是对地来的啦。我是看唔到哟。哦，规个网安尼太多鱼啊！我都彼得搁下边仔船呢，搁一另外只搁无回来斗相共者来拜托一个啦。当彼得决定听咱耶稣的话时阵，真侪代志改变了，无可能的变做可能啊！他是死无变有，从死复活的神，阿们。所以，我感觉这嘛是彼得生命中的优点啦。伊无搁看环境，这种环境要来掠伊是无可能。这个时阵哎嘛无可能。伊嘛无要搁靠家己的经验啊，因为我家己经验嘛无效。完全信靠主的吩咐，相信耶稣的话，伊就甲船开出去拍网啦。耶稣讲你用倒边，伊就行倒边；耶稣讲正边，伊就正边。伊讲这就是最深的所在，你到遐爱就去。耶稣讲什么，咱拢总照安尼做就对啊啦。咱爱记咧一项代志，互耶稣真正做主。你讲耶稣是主，结果拢你自己做主。你现在讲耶稣是主，毋过我哪会感觉拢你家己做主？互耶稣真正做主，做你生命的主，做你人生的主，伊会当改变一切代志，甲你的状况。咱拢听过亚历山大帝。他征服了欧洲、非洲、亚洲三大洲。你知伊几岁开始烧台无？21岁，21岁做皇帝，开始带咧烧台啦，台10年啦，到30岁、31岁死去。哦，人生实在伤过短。所以伊到死的时阵，伊甲伊边仔人讲：你甲我干草我2空，敢毋是？这2空，互我手伸出去。啊，油家吼，安尼示现互大家看。这个皇帝捌互3个非洲、欧洲、亚洲拢甲伊赢起来，占偌济土地咧。毋过，我不过30年的岁月，我得到一切，我啥物拢无法度早起啊，对无？这个故事咱都听过。共款一个牧师讲了，哇，有一个好个人听了，足袂当接受啊。伊就带牧师到因兜看伊的豪宅啊，足舒适的厝啊。哇，看伊头前哇一片的山坡地，哇有足大的农场啊，啊有足多产业啊。伊就问牧师讲：，敢你安尼讲，这拢毋是我的吗？这明明拢我的啊！牧师就甲伊讲啦，讲你即马先莫问我，你等50年。无你搁等100年，你才搁比互我看，无你偷偷安尼比，你搁顶比一摆我看卖啊咧。你甲我讲这是属于什么人的？兄弟姊妹，感觉迄个人的绝对毋是啊！真侪人拢有即种的空船的经验啦，因为耶稣，我甲你讲，会当互一只空船变做满船。不会再空荡荡的，是满满满，安尼好不好？那个边讲，咱来满，无该满，安尼吼，安尼才会满出来嘛，对不？你讲福杯嘛满出来啊？有啦，咱有空的时阵啊，是啊，咱今仔日彼得愿意拼空伊家己，伊才有法度得到满足的人生，才会当重新充满上帝的恩典甲祝福啦。
真重要。彼得决定要听探耶稣的话。今仔日，所有楼顶楼骹，无论你坐伫正边、倒边、头前、后边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我鼓励你，用愿意的心选择顺服耶稣的话啊！因为你若顺服，你一定会当蒙福啊！第二项，咱就会讲，甲主的计划结连。亲爱的朋友、兄弟姊妹，一定有一天，就亲像耶稣上到彼得的船顶同款，伊嘛一定会来到伫你人生的船顶。同款，主耶稣嘛要对你讲，请你将这只船开到伫最深的所在。你可能会讲啦，哎哟，迄个所在哦。是我上生疏，我很陌生的地方，那个领域是我不太懂，我不会。可能迄个所在是你真无把握的所在，甚至是甲你所想的、甲你所了解、甲你内面的意愿完全颠倒摆的所在。但是我请问你，还阁愿意去吗？当主呼召你的时阵，你敢愿意两边随时都来回应伊？对你的呼召嘛？你想看阿伯拉罕，几啊千年前啊，4000万年前，咱那个得甲这个甲想来今仔日就好啊。透早起来，阿伯拉罕泡咖啡，啉果汁，食只真丰富的早顿，哪食哪想。我人生经过75年的打拼，我事业有成啊！我逐项拢真好，我嘛开始咧规划我的退休的生活，好好来享受我的人生啊！75岁，我嘛当带我的某杀啊4月去度假。雄雄，我讲上帝都是不速之客，对不？过来啊，雄雄过来啊！你竟然甲讲？阿伯兰，你离开本地、本族、老爸家，去我所要指示你去的所在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这已经打乱了，这乱去啊！伊原来规划好啊咧，安尼说变啊呢？滚生笑，拜托咧，你爱放弃，你爱我放弃，我所熟悉的环境。伊住伫乌尔嘛，乌尼这个所在。甲讲你要去对，圣经佫袂写讲去对，你知无？一开始嘛无甲讲，反正我叫你去对，我会带你啦，你免管啦，你对我就好。耶稣甲伊讲水深之处，伊嘛无甲讲偌清楚，你知无？我离开这个可爱的厝家庭，我离开我长期所建立的事业甲人脉。这有我的事业跟我的人脉都在这里。我去到一个真生疏，我拢唔知影的所在。我讲一般人拢袂接受啦。我讲包括我真正来代志，我讲我嘛无一定会接受咧。但是我看见阿伯拉罕，伊顺服，伊唔知影什么原因，伊嘛唔知这对有什么利益，但伊顺服，照上帝话去做。你阁想看有一天摩西，照伊逐天的生活共款，阁带一群羊仔到伫野外去食草、去啉水。伊无拍算，行到迄个所在，伊看到一个异象，刺皮迄火伫烧，烧半步讲烧拢袂烧毁坏去。在咱长老会会标记对无？焚而不毁。哇！煞只上帝讲，你甲你卡尼的鞋仔脱起来，呼召伊去带以色列百姓来离开埃及。你知影？伊若毋是捌过去40年住伫对埃及王宫对无？伊是捌住过王宫的人啊！伊知影埃及是一个什么款的国家呢？伊嘛知影法老是什么款的人物呢？
哦，你讲看行就行哦，发出去就出去哦，敢有可能？敢有遐简单？这根本就是一个无可能的任务嘛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不管你是阿伯拉罕，你是摩西，也是彼得，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，到底你是去啊唔去？你是买啊唔啦？真的，今仔主常常的问，常常嘛会来问咱：你买无？你愿意无？结果我看见阿伯拉罕顺服了，摩西顺服了，彼得顺服了，因拢照上帝的计划去行。因的人生头前的每一步，有照上帝的计划去行。彼得靠家己一暝什么无得到，伊知影袂当阁靠家己。彼得明明知影主讲的、甲伊的经验、甲伊的机会、甲伊的意愿，拢总颠倒摆，但是伊决定照主的话拍梦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你要听主的话拍梦无？路加福音第5章第6节到第7节，咱来看，讲因拍落去，就围着鱼，围着的鱼真多啊，梦伫要裂开啦。就把这船仔的东坡来斗三共，台湾话讲斗三共，因为一个人舞袂去啊，来斗三共啊！还是恁来甲我斗三共啊？因就来了，哦，就伫遐咧，哇，规个网仔拢鱼啊，捡鱼啊，满2只船，到这只船用要沉落去啊！看偌济讲，迄个考古学啊，考古学啊。有对耶稣时代遐渔船啊做研究，当时的一只船啊会当载15个人，迄个载重量是6吨6公吨，那2只船大概当掠差不多12公吨，但是因为伊个掠比普通时搁较侪，因为坐甲迄个船用要沉落，迄个感觉看偌重讲。耶稣带互人的拢是出人意外，互人戆领想袂到的。你若要听主的话，你若要甲主的计划结连做伙，你就会当得到你人生上界大的丰收啦，丰富的收成。彼得辛苦一暝，什么无得到？因为听耶稣一句那尔，有2只船啊，满的满载而归诶。你甲对照，甲比看卖啊咧，这真强烈啊，强烈的对比。头前是真悲哀、真失落、真失志，但是下一个时间，看到船，哇，坐甲物件用要底袂落去。刘明兄弟，这个时阵可能你也伫经历人生的无景气，可能拄到你人生的无顺利，但我要甲你讲，你还准备好，因为下一个时刻，上帝要赐予你上界大的收成。和你的生命充满了惊奇，充满了不可思议。奉主的名，我嘛唔买当偷放这款丰盛的祝福，伫到咱的迦南教会甲每一个兄弟的身上啊，甚至和你多到装载不下。上帝祝福，要和你会当改变，但是重点你要听主的话，开出去最深的所在盼望。就会当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当彼得亲目睭看到伊目睭前，哇，迄网啊，多甲讲袂了，哇，遮尔多的鱼啊时，伊定是着跳个欢喜，一定是安尼，哇，哎呀，都敢是即个目睭甲我讲的，想到，哎呦，伊讲的佫真正呢，这叫经历。弟兄姐妹，那种客观的真理，还要主观的经历。咱的信仰不是干那知识者认捌上帝，认捌主耶稣，你要用你的生命去经历伊啊！我甲你讲，迄碟彼得伫戆领、伫惊吓，佫欢喜的中间，伊家己足向阳，感觉我是啥？我哪会堪得？我不配，所以。那一般的人哦，哇，我冒死啊！我安怎讲？
哇，有耶稣，咱签约者，咱签一下合约啊吼，咱做伙谈，若有这样才好，咱来做伙，吼。一世人用袂了，伊会当为着家己来求取私人的利益嘛。但我看去彼得说毋是安尼，你搁甲读落圣经后壁，咱看去彼得安那，伊怎跪落来，趴伫耶稣的面前，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我也是一个罪人，请你离开我。去知我不配，我袂堪得。当彼得趴拜伫耶稣的面前，承认家己是一个罪人的时阵，伫伊甲耶稣与耶稣相遇，甲主耶稣相拄的时阵，伊经历到迄就是个新家。伊看见上帝的荣光甲圣洁，嘛看到家己真实的光景。伊明白上帝的能力会显明，毋但要互咱的生命得到改变。伊上界尾的目的是要互咱的生命迄个丰盛是会当过去甲别人分享。所以他告诉彼得说：从此之后，你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啊！你要得人如得，你要得到人，亲像你得到鱼同款啊！今仔日你所经历迄几个网啊，今仔甲咱讲，咱教会要传福音，爱用拍网啦，唔好去遐钓鱼啊，咱钓歹钓。我们要用一个团队，用一个撒网的方式下去捕鱼。咱爱成为一个得到人，亲像得到鱼的人，互别人甲咱同款，会当得到这个丰盛的人生。最后结论，我觉得布永康牧师，下一页，布永康牧师，伊是非常用伊一世人的生命伫传福音啊，放弃啊，这个牧师啊，我是真敬佩伊啊。你也看过伊影片，你报道伫非洲啊，一场的报道是100万人做伙听的报道会。伊每一场拢100万安尼报道，伊安尼讲一句话啦：，甲上帝计划结连，你一定会成功啦。若有上帝帮咱，有智慧，有什么人，有什么代志会当阻挡咱呢？这个经历着上大对上帝来快乐甲稳定的这个报道家，伊甲咱讲起伊传福音的秘诀甲经验。我嘛常常咧思考，我嘛伫咧想这个话。我发现啦，原来人生只有这件代志，就是咱要改变咱的人生，一定要将咱伫想的甲上帝的计划，因为上帝对我们一生有一个命定跟计划，你要念了做伙，你才不会白来一遭，白跑一场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我感觉无一个人。无一个办法会当教你成功，你嘛无法度靠你家己完全得到100%的成功。只有甲上帝计划结连，安尼咱的教会，咱的一生才有法度达到上帝伊定着咱爱做的事。你知影布永康牧师，伊一开始报道的时阵，伊捌咱咧讲，伫伊内底传记讲，甚至连5个人安尼一人，5个人要叫5个人来听，都叫无啦。小猫2、3只安尼，伊即嘛一个报道遐侪人几百万啦，但是迄阵伊拢无人，甚至讲一个所在要租，一个所在来报道，租金50块美金嘛租袂起。但是经过40几年，伊甲上帝相同行，伊已经带超过5000万人来信耶稣。布永康牧师伊阁讲一句话：人生成功的秘诀，就是甲上帝计划结连啦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将你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，无论是学业、事业、婚姻，甚至要请用咱的细囝，拢着甲主的计划结连做伙。你要学较巧咧。如果你若是家己的婚姻事业拢家己操，安尼你要家己负责。若是你肯交托给上帝，让上帝来做主，伊就为你负责到底。亲爱的姊妹，你有自由思考甲意志，当判断甲做决定。一定要伫你人生一个上重要的时阵，特别我看到上面好多年轻人啊，年轻人，
你要做决定，你一定要做决定。你要互你即只船成做无共款的船。愿意的话，你的人生要成做一只满的船，毋是干那一只载鱼仔的船，是会当载侪灵魂的船。奉主耶稣的名祝福咱每一个人，互你的人生有满船来跟对耶稣，互你满船的经历，搁较侪有上帝同在甲祝福，互你丰盛的恩典，也成做别人祝福的管道。同心来祈祷。万关的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有你，互阮早起搁一摆来思考你对阮遮尔要紧的鼓励，互阮无搁共款，互阮无搁共款的船，互阮的教会嘛无搁共款，互阮头前人生的路，因为有主的引带，阮会当搁较美好。祈祷靠耶稣基督名来求，阿门。